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公车已经入去车厢的油，竟然嘛会掉贼头。这是基隆市公车处四卡亭分站，昨半暝1点外，有3台公车的油箱内底柴油全部互偷抽了了，初步估计互抽走着620粒，大约是16000外块。警方锁定着可疑的对象，当积极来查缉。管制拿进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查甫人摕水管伫公车边仔鬼鬼祟祟，趁暗时无人注意到，将公车油箱内汽油拢抽了了。基隆市公车处四卡亭分站昨早起，驾驶人员发车前开始检查，发现讲本来满加油表煞见底，一个吊监视器画面发现讲有人偷抽油，连停伫边的怪手嘛无漏交。在地驾驶讲，这已经唔是头一摆啊。他跟我讲说，他要发动的时候发一发就没有了，然后才发现油桶没有油。你们这第几次被偷？他是第2次。查到是趁半暝点外，驶货车油桶关了入去公车处，先将3台公车油箱撬开了后，落去偷抽油。后来看到停伫边的怪手照抽，目前初步估计公车的损失差不多620粒的柴油，市价差不多是16000几块。那会不会建议说应该要上锁，还是说要用什么样的？这还是防不胜防，锁没有用啊。就算我们之前用上锁的话，结果他们把我们全部都撬开啊。本分局受理报案后，随即派遣监视警力至现场采集指纹等相关基证。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，调监视器画面，锁定可疑的对象，伫追查中，要将这个偷抽油的贼仔给抓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